台南举办着棒球展览会，邀请棒球世界冠军的选手甲教练来参加开幕典礼。 台南棒球历史展伫咧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升棒子球场盛大开展，这个用青春应援做主题，呈现台南棒球100年的发展史。在这边欣赏到1970年代哈，那个我们的威能波特少棒的代表队哈，在那边拿冠军的那一种盛况。优秀的选手、教练哦，还有这个幕后的这个功劳的缔造者，一起把它收录在我们今天的特展中。今天开始的特展，我相信。 开启了台南棒球的新页。现场展出18个出身台南的棒球出名人事迹，佮特别邀请到棒球太子李宪忠，若缀到世界棒球赛的热潮嘛，邀请教练甲选手到场。那也很高兴今天在这个场合，跟我们的棒球先进一起。 来为我们的未来、为我们的历史而努力。现场嘛有结合着运动科技的技术，甲球场的情景造景、互动体验，互参观的民众嘛会当真做球员，提升观点的趣味性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